我是庄如山，爸爸是庄启龙，我先生是庄国军。我是李延昌，我的老爸是李水汉。我的手鼓，今年92岁，你把时间呢传孙子。1947年嘅2月80天，嗰條無人事故本人辭世嘅台灣精英，單單都係南美人。故說第事件過後，佢也帶位阿妹、姑娘、子女，天天就會面對親人無體嗰種捶心肝嘅痛，同無正常嘅社會形態，韓國愛用喺啲眼見性嘅現實下，堅守耐性來過日嚟嘅難題。做地講。南美人本人辭世嘅，微錯嘅228正會開始，用安陽嘅觀念，喺我哋節目地度來探討，小體一個過後，對微錯嘅角度來出發，來幫大家看到當年228事件無窮樣嘅歷史樣貌。進一步，我哋大家看到認真一則事件，佢也帶位屋下人面對困境又極難硬嘅。第二日嘅節目地度。我用鏡頭重新來思考客人對228事件當中嘅歷史定位。實地幾隻年代，南美人對西門人嘅期待就係留不下乾河、西人嘅土河。在注意做小碌碌嘅菜，其他嘅就算天砍下來，南美人未會一件開起。西門人沒有可能想過天真件會砍下來，不過冇想到嘅係，幾年嚟嘅時節，佢哋嘅南美人就冇菜嘅，大電羅嫩太細，佢哋上嘅門天個日按樣辦過下去咯。仲有三次世啲豐年太嘅。學佢嘅阿爸莊七郎，喺1921年對新竹嘅戶口歸家駛到花蓮嘅鳳林來落實，又講人數醫院對淡水轉到鳳林，喺光復過後設立嘅體檢處長。實地鳳林國中教書嘅退休教長廖國仁先生，喺鳳林中學體檢嘅學生嘅，佢對當時體檢嘅教長兼創辦人莊七郎印象深深。228事件講鳳林最悲慘的一日啦，因為佢莊七郎先生那樣莊中人，太個那樣呢，第三個那樣都莊個人，三傻在228事件家都冇審判啦，就作去。還問俺媽媽差不多8點左右是去平壤，還向我度世界做時作片檔，時作片檔。
咱送去，那一只三只推上来。三只方包鱼唔是咧，因为大家唔知啊，用要推三只方包咧。到上10点钟吼，有个兵咧吼，就听我讲，伊讲个三只吼已经枪毙起来。戴国珍教宗係莊家嘅親戚，佢喊莊次郎係裘公。佢細時節聽到阿爸阿媽講到裘公本人作者嘅安步，一下想到係係十分嘅驚。戴教宗對阿爸形容發現莊家南面人地鐵嘅過程係幾多當清楚。衝殺嘅時間呢，買的那位人唔知啊，係我爸行過幾個親戚啦，就大家都風林思維去潛，結果最後的衝突。喊一隻火子，嘅中間抬下來，喊一隻火子，我是張錯台，我把錯面上。大家決定用牛叉，唔敢行大路喎，行細路，偷偷去撈裘公，撈嗰個我表叔，錢去了。嗰個情形也就冇看到切掉我6毛錢，落咗個大部，所以比較傲慢，佢只有3歲而已哦。繞到行阿公嘅面前就叫阿公，阿爸面前就叫阿爸，阿叔嘅面前就叫阿叔，家情形當凄慘。鳳林公墓係莊家三子爺遺體本人接替嘅地方，常有天野來嘅遺言，評定救人嘅證明3個一隻事件。當時政府無甚就判，到底係用班人嘅罪名，本莊家子爺啲人生就要開到高峰以前，就像流星一樣嘅消失隕落咯。中華民國嘅國民黨，也係講嗰啲中華民國嘅政府，到今後對228嘅事情，完全唔將當時嘅果相做成公布出來，你係唔錯。官方公布嘅版本有3種講法，第一種係留共產黨有關，先通高山速炮通；第二種係紀念時期啲鳳林郊外本人衝殺；第3種係高等法院批示莊七郎、莊宗仁、莊國仁佢哋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反抗嘅時節本人衝殺嘅。還有第4種講法係莊家子孫唐來嘅版本。4月4號，我們張家人被槍殺。5號就有鳳林嘅士兵來我哋福卡子，我哋5倍嘅鳳林人壽醫院，講我哋對上海出來推翻家，我哋就要接到命令，去到法院，去到推翻去處理法院嘅莊家人。民間另外有一種講法，莊七郎批判花蓮縣長莊文生，2三年就有過節，縣長就來保護佢。不過莊七郎係之前嘅國泰代表，唔係普通嘅人。咁講縣長嘅滅國就對佢處死3條人命係講無限較高層嘅權力者，萬人敢同佢。可能喺嗰陣年代，此人根本就冇需要利益。莊家社會南面人以後，唔係悲劇嘅結束，對莊家嘅社會人來講，無難正愛開始。自從3個南面人接位以後，3社會人帶定聲音呢，啲鳳林嘅太古壽農園來生發。本來係醫生樣咧，也就種變成農夫，所以我開始從零開始學做事、起煮、學做做菜山，我不卡冇那麼人，我哋事情我全部會做。實啲地方上人人就尊敬嘅莊家，而係變到連殺393睇嘅對象，生活安泰轉變。莊家第3胎，莊七郎含含實實嘅孫呢，莊安萬印象當深。當苦嘅時節，
跟我哋嘅衫吼，穿倒去阿金阿妹將個聲音嚟衫吼剪解，捉到爛，摸出來散當野草，我們現在叫做野菜啦哈，個壓錯放上嚟煮，我哋輕輕講嘢。對張七郎嘅遺孀詹建志來講，佢真驚嘅唔係身法無人靠，係佢一霎細妹嘅運用嘅保護存下來福卡嘅人唔會這個消失。外婆對了地方哈，他這個本機嘅綽號啊，叫做肯貝太久，憲兵隊長，所以你是做得上到外婆嘅嚴肅威嚴。你演講佢啦。我唔係講演講機添，連狗都講機。佢哋用嘅係親筆切嘅方式，讓規家人抗啲太古哨一片高資源地度，也咪係詹建志因為親做的保護家庭回憶的方式，將阿媽的本樣也溫柔嘅心口，回憶接觸嘅第一印象。每天早上哦，因為阿媽將背卡面床，攏幾點你知無？攏4點起來，我都看到乖，我就趕快起來。一起來的時候就開始怎麼樣？他給掃帚壓的就開始掃。我們那時候年輕嘛，這個褲、這個衣服呢都放到褲子裡面，他就罵我說：“媳婦太當好看哦，就是這樣子屁股這樣子，這個翹起翹到屁股翹那麼好看嗎？”老詹建志嘅男貪比起來，張七郎嘅太奶嘅種種人嘅遺孀，咪係張阿曼嘅阿妹一溫玉。本來係一個不是做善事對人親切和善嘅人，電影100事件過後，煞變咗對人當唔信任。係乜嘅原因？本一溫玉到一下對上夫人還係當唔信任呢？佢係因為電影100以前啲莊家長期抗嘅一剎鐵屋。係因為啦，曖昧緊了吼，情感上婚姻，唔熟識嘅人吼，佢天窗冇落去接觸，陌生人天窗冇去接觸。你看，我們有一個失敗住在我們家裡面，我把他當成自己的家裡面的人來看待，對他那麼好。有時候在我們家吃飯，晚上在我們睡覺，他還這樣出賣我，是給我別人來搞兩個就是4個人一起操作。因為我現在還能夠相信什麼人？我只有上帝可以讓我可靠，可以信任，所以呢，他什麼人他都不信任。老阿嫂嘅養育比起來，張七郎替三妹拉嘅遺孀張玉山實係十分嘅強。家下行到家嘅親戚也地毛，絕對唔地家嘅親戚行嚟做到半路，我罵上帝，哪有上帝？我以為都安排在哪，我是愛罵。一群本時代漢字典嘅細妹嘅老細人呢，搶做地用自家嘅方式。想辦法過下去，啲希望留千夢地度無停止嘅輪迴燈。出國清楚，一件事情對一般家庭來講係一件當歡喜又光榮嘅事情，尤其係60年前嘅台灣。不過對莊家嘅生意來講，出國係一種精神上嘅寄託。行家係一種過不盡嘅現實。張炳仁係張七郎提攜來嘅，老伴娘李明艷長期就待喺美國，有其他莊家嘅子孫響樣，日日佢哋就來看三嫂張玉山，家人難得團圓。嗰條線啱咩？個心情就係講。都不好，我不願記得，做得應該做，先做應先讓。我出發的時候叫我唔是將來，你怎麼去？那不是說人死掉就算了，那活着人是不斷被盯啊，他們不可能在台灣過下去。實際我都去外國，我本人心肝就想我將來，這方面想我將來，這方面。更重嘅實質，其實內容啊係真亂、真複雜，
唔会听讲话说是。可能係冥冥之中嘅安排。當年冇轉台灣嘅裝備人，拄好喺撲役嘅期間轉來，一向期切媒體嘅採訪，一擺媒體擺接受人嘅訪問。佢老本樣李明賢用嘅有一日來嘅一日冇嘅，佢堅持每本寫人嘅學中文，甚至連阿妹詹建志過身家下就冇轉台灣送佢親後嘅一場。我冇講中國話，咩唔曉講。唔係冇愛講，係心肝唔願講。即係講中國話，我本來想到，前年嘅政府來壓我哋咧，樣做唔得，我本來想起來，我本來冇想想。中間二胎和財嘅人全部就出國嚟。3胎、4胎差唔多有20人人要留喺國外。啲中間4人嘅地度，仲安慢係少數留喺台灣照顧屋企嘅人。其實喺結婚以前，佢對128一直冇一層嘅概念。大學畢業以後，佢去做兵，當時國民黨搶佢入黨，佢冇乜嘅考慮就參加嘅。一下仲安慢想起來，真見痛心又悲哀。因為當時嗰隻時候，我哋嘛唔是去講228嘅東西嘛，嘛做唔得講嘛。其實呢，我哋對我輩嘛唔會講。留喺台灣嘅仲安慢，想起嗰樣時大學畢業，爭做先生家下，都唔掉時時有奇怪嘅關心，故所佢就選擇辭退教職。被吊，然後幾乎親接哦，佢當時較直接來做楊金福嘅人事科。我哋講人惡，講到人惡，我們定義到談什麼？要專門管那個頭腦。電話一來就要去報到。每一個禮拜哦，我說，那你為什麼今天只有上課？比方就有那個總那個。縣政府調，政府較做唔得講啊，我做唔敢落去講啊，落去講佢會驚啊，我自己機會，我講反正我政府較出去，冇轉來兩個聲音，拜託好好落去學備台。老總安慢強用一梯3胎老妹陳飛潮，啲莊家係則特殊嘅存在。佢係中藥3嘅細妹嘅阿哥係莊志文，兩三人係強愛無強也。開始嗰行吼，感覺奇怪，讓我教熟，啊其他我順日吼，啊個種奇怪讓我教，我是摸摸啦，所以我奇怪我讓我老家都冇空用。鍾玉嬋啲個人過成19年後再嫁過，詹建志雖然冇反對，不過其實啲家嘅心肝度係有意見嘅。我岳父那種年輕人長得高高帥帥那好玩嘛，因為進來要做園子裏的事情啊，跟他的這個岳母就處不來就後來我們那個阿嬷就強迫要求我岳母在她的丈夫跟她之間選一個，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我太太其實她整個在這個張家的一個過程，她是歷經了很多心理的一個轉折。各種當作事情下啲咧嘛，對人生的問題，從今壓下來哦，就動態變化，台上唱歌，愛歌聲不好，不過剛好這個無所謂，天倫歌嘛。人皆有父，一我獨無。其實我唔係想過就阿爸咧，完全唔係，是講個文字裡面講個歌詞和地步講個情境啦，啊，跟唱跟的目的，那是一種療癒嘛。經過嘅50年，當初努力過下去嘅人，一下沒有心力做啲思考，唔單槍係過下去一件事情。行喺上頂，安樣嘅為死體嘅人，喺歷史上尋真相來勇敢企出來。
爸爸的是那动物感的，我心里我一定声烟，我要平凡。1990年的时候，那个书讲书家一篇就哈，一排228平安礼拜，其实人家讲，行我出来做见证，我一口答应，很好的机会。家境温柔的玉山阿婆，去到讲台当方，下辈厝的全部就是政府官员，佢动勇敢的伫个讲，钟七龙只也33人，很勇的来输害的。早年阿金最勇敢呐、我没有勇敢呐、他为什么最勇敢？第一次讲228，他站出来在总统府前面游行的就是他。我来对我讲演讲啊，对个帮讲了，妈妈，你不要走在最前面，不一定轮到我3个人。我张梦完、张安满、张志满3兄弟啊，去三沙帮国民党起事的，你按要出去，干嘛轮到我三沙呢？你讲这个话呢？第一个动刀法就做唔得讲嘅年代，做唔得啲公开场合讲政治也系批评政府，做唔得讲嘅委屈流欠。本看起来软弱无担嘅玉山阿婆勇敢企出来，安用嘅精神，每本一批有相同背景嘅受害者委屈，咪太上显出来。解严了，李登辉台湾来做总统了，妈妈留下的那个誓言章，我要一定拿总统看。皇天不负苦心人，听2年、3年，他爱到7家家属并爱7个家属7个人去见总统。1947年以后，经过42年嘅醞酿期，受害者的委屈一直伫前清好嘅时机点，来讲出历史事件嘅真相，来为亲人平反正名。就伫玉山阿婆起出来嘅5年后，1995年，该时节做总统嘅李登辉先生，总算公开向228事件嘅受害者来费舍礼，来提出赔偿。台湾全国各地就为受难者建立嘅纪念碑和纪念公园。今日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就因为有一批安样的委屈来发生，真相就像乌云背后的日头，慢慢透出来一丝光线。如果有一天我去那边世界见到爸爸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你的声音那很平凡的，那种声音的，我对你对张家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时光过去的，庄家人们慢慢的对太古烧高资源搬出来的。88岁玉山阿婆，才坚持要输定一片土地。阿婆讲，一块木地要好好的保留，未会对外开放，因为也是实实在在国家的炮力最近。历史做唔得重来，不过做唔错的事情做唔得再个发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头，人民真正有自由的生活，本伤痛渐渐的好起来，唔会再个有痛苦的。有计划的消灭士绅阶级，当场的各地就有。台北的丽水汉兄弟表现出另外一种样貌的故事。出生在中南的丽水汉，好多人
阿爸李清华係苗栗中南嘅大地主，台中一中畢業過後就去日本留學，喺中央大學法學畢業。邱姊妹係出世喺新竹市嘅客家人，對淡水五級學院畢業以後，未去日本學習音樂和針灸。喺現代社會，萬人唔係自由戀愛，不過喺嗰個年代，萬人唔係冇人講情呢。頭擺，好多年來客家人因為開墾土地嘅關係，相持為200年。除咗滅客相持，153年，同樣係閩南先祖氏嘅31人到同安人，為咗爭取閩南馬台灣同屬利益。第一下，台北市民店發生了空前的大相持，小鐵公司死了幾千人，歷史喊做當下交兵。一直到19世紀末，大家知道天無能日，可是嘅大陸上車休戰，努力交火，民客要開始嘅組成同婚。在大時代科技背景之下，總算組成了李水漢和邱姊妹一團民客網促嘅同婚。災難來臨的時節，無分貧富貴賤，全部就共用。對一般人來講，面對災難可能會認命。不過，對適有過富足生活嘅人來講，認命兩隻字係乜嘅，記得就唔對。1945年，美軍對日本開始嘅反擊戰，對台北大規模嘅空襲。而家為到平安，規家人看到邱姊妹為啲新竹嘅愛家。阮咱差不多8、9歲，半暝逃走拍迄個空襲，啊所摕就是豬，阮老爸豬。太難無事，天有後福。冇想到，殺係難愛一災難。戰後，李水漢係台北市歷史公會嘅會長，同樣咩係歷史嘅老太李水鳳，喺台北的宜蘭就開設歷史事務所。218事件發生過後3月初10，第一下民權西路巷因為紀念，當到了台北開會嘅歷史，因為交通管制冇辦法進屋卡，剛好流到李家。對李家嘅生人來講，講到當時嘅情形，伊都一生人就記得。3月初10，拄到阮老爸要愛食暗飯，阮老母要來去外口市場要買物件，甲伊也唔敢出去。阮後壁嘅一個歐巴桑哈，甲伊講先生娘，恁遐濟人客，才3尾游魚，互你煮飯去互因食。今日還有致獻國泰代表林連忠，同時對日本國嘅南外建設建嘅地圖，還肯定來台北開會嘅發嘅經驗許乃邦。實做過中意大師嘅許世凱先生係夾嘅來嘅，一下就81歲，想到阿爸當時嘅情形，就像錯本人在發生同樣。那麼他們當時那個房子有2個房間，他們在裡面談話的時候，我的父親呢，看到突然間有一部車子從那邊開過來，而且旁邊都有2個穿西裝，4個，一共4個穿西裝的人一起從跟那個車子過來。暗時特別4點啊5點的時候來阮家，甲阮老爸講，張哥要來找你來談談的。啊，最後的一個那剎那，我看到我母親跟我爸爸結領帶，可能那個就是最後的訣別。對有台灣人來講，一隻案例冇存在，因為目前尋唔到任何嘅記錄。不過對遺屬來講，死因有2種講法：一個係李水漢對當時嘅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嘅司法獨立，希望本省人一定會改革意見，得出嘅雙頭嘅人；二係李水漢和李水鳳是做過日本人開設嘅養護產科，和基隆要塞司令史芬奇夫人嘅醫療糾紛訴訟推理人。一隻案呢，由法院推示客家嘅經營吳鳳琪審理，養護產科一樣嘅，殺來得出用機關槍嘅摩擦劈鎖痛方式來衝殺太衝出名嘅史芬奇。吳鳳琪事後被本人辭世，追蹤不明。到了晚上大概會轉來啊，迄個遊戲咧，個創火燒，迄當陣也無微波爐，也無電鍋，創火燒
等，搁冷去，创好烧，搁等，搁冷去，安尼生啊。阮暗时拢唔敢锁门呢，惊伊讲3更半暝若转来，要安那啦？无门，无开袂起来。无穷庸的家庭，穷庸的故事则搁重演。社会那么演以后，婚姻家老些人呢，日日含蓄的过下去。228以后，几个女人们，那个丈夫被带走的一些这些妈妈们呢，早上出去找，找不到，回来啊，可能还在。第2天人家说到哪里去，又去找，每天就是一样的动作。除了男人唔见脱，现今珠宝被天天各方的诈骗，本人骗枪枪。同样独到困境的，还有李水汉的老太李水凤的遗孀李兰生。头摆嘅历史样，后来创作得靠采访来学亮的些人呢。太赖的，因为阿比听太来过身，相亲因系得唔到真实。经过2张院的协调，因系知道李兰生也下伫美国德州的休斯顿安养院。因系特别透过私信的专访，也下已经92岁李兰生。我嘛。有得要安怎讲嘛？唔知嘛，袂记哩。安尼你对228的代志，你敢有会记的？尽量讲好袂记哩啦。会想代志会想起来吼，就会变就搁教。伫2点钟的私信歌唱地度。因会发现李兰生亲接讲的话，就是眼目上的上戏，因为会艰苦。70年前的恐怖，是其后半生亲上的表唔记得的事情。2点钟的访问，因会得到的资讯还是当有限。李家生活的故事，制作单位当然用文字来写出一段的揭秘。创作的家用日记，可能也是当代228受难者家属共同的回答。尽量讲好袂记哩啦，会想代志会想起来吼，就会变就搁教。无多嘅配料，像油盐、老葱花，没无其他嘅美食，像加盐听听。伫1947年今年开始，有姊妹当年就伫电脑工做的专务。当年嘅3月初10，有姊妹就会主要油盐族带子孙祈祷李水汉的归来。就因为亚湾油盐族喺1947年3月10号，李水汉本人带走以前，伫屋卡室的亲后一传的菜色。母亲呢，有听人家讲说，他们这个中国的作风是到年底的话，会把犯人放回来。阮老母就打扮好势在等老爸回来，结局也是一个落空。第一名讲到，当年就加钱来过日嘞，阿妹小姊妹一直唔肯买脱面前西路的土地，因为讲买脱，阿爸喺讲转来会寻唔到几条。伫渡江过后，伊嘅高楼，李一面留阿妹留下来嘅遗物留相片。伫太楼设立一只空间来纪念阿爸李水汉。其中，阿妹临终前写本记的一封信的地图，一直交代李一鸣迅速的查出真相。人的名字交了以后就没有回来了，什么理由？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是我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的妈妈还是跟所有人一样，要知道她的丈夫最后到哪里去？怎么会蒸发掉呢？等了当久，总算等到纪念的。有姊妹将老228发生的事情，到第3胎子孙讲。从其带到美国，李水汉的孙儿李辉德，就会天爷拉的李永贤的名字。想到过去，佢们开始有对反思。所以阿嬷是在后来，我所谓的后来，就是说，1996年以后，李登辉时代时阵，讲出来，迄阵才比较敢讲。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还会拿起国旗，蒋总统万岁，安尼行来行去。奇怪，我阿嬷嘛无打我妹嘞。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阿嬷她都没有讲一句话。可是等到我们真的长大以后，才发现 ，no， 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你现在挖起来，当初教导你的人，那个是背地里在做坏事，然后你现在想，那我们以前这27、8年来是不是神经错乱？对你人格上面、精神方面都乱掉了。我们在把从前不对的事情慢慢在调整，让真正的事情、事实可以 reveal。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第3代我们这些cousin在做的事情。李永聪老先生等到一下就84歲，佢決定要留過去等待阿爸轉發嘅心情變做嘅行通。帶電第3胎去人生128，都需要天數嘅學校捐錢，而清太嘅新年就要本大家就第128。第3胎李輝生將本128關懷協會先做嘅理事，準備繼續為家出128嘅真相來努力。明年79年。我要繳付228萬，我的迄個財政也唔是我遐好，但是呢，我做會到。我相信，我若無佇個，阮查某囝會甲我做。228事件發生到一下滿70年了。過去228事件本當到家庭受難，對社會在以後嘅遺屬來講，我原諒來表下之前。我先有真相，希望我原諒萬人又係用嚟表下咯。佢家己嘅惡質行為唔好再個重現，也就會為出努力發生嘅初衷。希望專制嘅惡靈唔好再個砍斷台灣嘅藍天。有親眼看到228事件嘅人當中，有幾個佢用是命無本人輸脫，都見有限財嘅。蕭建文可能係極少數嘅其中一個。喺南洋戰場上，蕭建文按好彩命限財，不過喺戰後有統治者殺聽嘅戰場上，係生係死，佢係無人知嘅哦。左邊上戰，比國爭光，係當到熱血後生人嘅夢想，本人看作係勇敢忠誠嘅表現。受過日本教育嘅蕭建文，16歲就辭任報國從軍，喺日本時代被派到緬甸上戰。戰後，國事嘅轉彎冇影響到蕭建文實有過嘅少年情懷。對佢來講，人生無限複雜。當家嘅日本兵冇容易啦。所以我就會自願去當兵，主要嘅目的頭嘅，要當兵嘅去能夠當兵嘅，也個台灣人是很光榮，很有這個成就感。在世的戰士嘅佢，很容易轉到台灣開始嘅新嘅生活。嘅時節，佢冇想到嘅係，啲家嘅人生地圖咩會有。做啲哦，就暫時啲難用一種想法。今年佢將滿20歲，佢咩係少數親身經歷過228事件，窗口下無事都一下限財嘅當事人。1946年，退役過後嘅蕭建文轉到屋下，留老太打人講工業嘅，生活當苦。開波沙嘅阿喬聽見佢知道嘅，就前兩兄弟上台北，到家嘅太明波波沙來上班。一隻嘅天。影響嘅家嘅一生人。我嘅祖父吼是在講係做外務邊那個記者兩方面嘅職務啦。戰後，
外来和本土两种无共样的刺突互相冲击，造就埋下的大爆炸的火药。跟200应该该动员应该就填那个抗议的队伍的从最前面嘅小头太古那个那个抗议一个青头前啊就从头到尾啊就一面搞采访，从北门口一路到专卖局，这个过程包括里面还把人家抓出来打，他都在。那个时候有在现场看到的人，在我去访问他的时候，大概剩下不到5个。他其实应该算是台湾的国宝了，哦，因为能够亲眼目睹228事件的人其实不多了。这样时的场景，对做记者嘅邵建文来讲，极唔会强，因为佢因为自家经过太场面，还有长出沙飞、长尾油嘅昂档。佢喺外講來，同埋講下啲人，就來到停住講下啲警察局是在武昌街，而我的報社是在漢口街，哎呀來漢口街，就找不到，就後來回去再來。就叫我要跟他一起走。邵建文鬧到，自家係因為記者採訪報道，才會被帶走。不過被押到警察局以後，他本人嚴刑拷打，並問佢唔知嘅事情。對佢來講，就像係不夢樣嘅。新聞都講，實在是唔敢面啦，將我每下年變咗就。白白的死掉嘛，哦，如果这样子无意义的被他枪毙死掉的话，我不如当时在缅甸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战时。就喺一個時節，事情出現了轉機。戰後，曾任做台灣省行政總監治理台灣，不過時代下沙互相攻擊。各方人馬搶此離開，除了陳儀嘅勢力、CC 派嘅鐵腕內統、蔣經國三強團嘅勢力，政治角力非常複雜。1947年3月17號，這時節做國防部長嘅朴崇熙將軍奉命來台獻威。他來台灣的時候，他帶着冷心。這個飛機上3月17號來呢，還有一個蔣經國，蔣經國也在車上，叫第2處的處長蔣經國。那麼他來的原因就為什麼帶着太子來，就是他也擔心陳儀當時發生228事變以後，陳儀是不希望有任何人來了。我覺得我父親到台灣來宣慰啊，我講說那是關鍵16天，握了可以說是生死大權。他是那時候蔣主席派來的宣慰的大員嘛，所以我想他又是國防部長。所以他那時候的態度，是我想偏嚴偏寬，我想決定了很多人的命運。朴崇熙來台後，下令無經過審判做唔得衝殺。不過，還對操弄嘅邵建文對這件事情當然唔知。我同人蒙面做新市場可衝殺的嘅事情，佢本或者係朴崇熙將軍來看到，講話就全部台灣人本意係亂打是冇經過審判，來以後就命我冇經過審判不能打死，所以呢。一條命俾佢救到。邵建文喺國門關前行一轉，變做係228事件當少數本人判槍殺，壓到現場又本人標題嘅獻順者。邵建文突然間冇事情呢，不過但我一聲音殺好點點嘅有事情呢。所以俾佢做起即係捲發出嘅時間，佢要下先嘅盡嚟將地方而做也係做嘅捲發出，韓國嘅。多了差不多有三個兩月以後，都不給做去衝殺，就打死。喺現代，
参加社团也喺读书会係當平常嘅聯誼社交活動。不過，台灣戰後初期，一種聯誼社交活動，稍微帶來殺身之禍。还有那我去收尸的时候，有伤者，这个在这个西凉窟的，系啊，我看到我是那时候心很痛啊，就心痛吼，一个露台有一个露台本嚟係大事，我對有行係唔敢演。啲南洋嘅戰場巷，小見聞生存下來嘅。不過戰後又統治者殺聽嘅戰場巷，生死還係無清楚。故所雲香埋名，一直直接出現啲小說嘅形容詞，小見聞決定攞佢做統詞用。就算有幾多嘅唔盼得，又唔甘願，而哋還係要過下去啊！喺阿妹建議之下，小見聞決定改名嘅。小見聞一陣人참是小說的世界巷。嗰樣時我用手書就因為我做生意，做生意嘅時間我就跟對方講會講講啊有方法嘅研究。我生意做唔成，所以我就改小書。雲香埋名大跳公益嘅，也是這小見聞全力打拼事業。佢老幾隻好朋友創業開工廠，喺南四角做建天線嘅機器，拍數起家，一切從頭開始。27、8歲才開始。想創業，到30歲嘅樣時，咁真勁有錢。因為這幾年認識的一隻細妹，本溜溜飄飄嘅小見聞，總算上嘅安定下來嘅，共組家庭生活。因為我家我唔用佢看到危險啊，佢家嘅樣。對我有好印象，哪都有機會嘅，我就盡量去做啊。小見聞，老細佢7歲嘅本娘結婚，將嘅2個奶嘅4個妹嘅，當時佢發現有啥廈門市的鐵屋，就帶啲家福卡放喺口檢視佢，生不地度，佢講話同做事情都動小心。就係每本平凡幸福嘅家庭，就個受到破壞。對228，佢咩無同世人嘅多講物解。過去小見聞嘅一段歷史，漸漸嘅本家人表唔記得咧。1997年嘅2月28號，台北228紀念館開館，小見聞71歲，為到老七家老老太嘅故事，本行較多人知。沒有本較多人來了解慘案發生嘅經過，故所小見聞到紀念館來擔任志工。我有這個義務要來這裡當義工，就解說給你不知道當天這個228當天發生的是正是這個實在的這個情況，我要傳給這個年輕一代。那一直到很晚。我們解嚴以後，1987解嚴，1988小蔣死以後，然後再隔了一段時間，整個氣氛解了以後，他才走出來開始做這些敘述。因為日本話講到當好，小見聞直接擔任日本遊客嘅技術員。四局、仙台局嘅四局があって、でここの通りかけに，有這個館以後，就漸漸的，他們日本人知道這個發生那個228的屠殺事件，他就漸漸的要來這裡看。那我非常敬佩他為台灣人民所做的一切，尤其是要把台灣的歷史給行銷出去。小見聞世事多誒，2016年春天，地福卡揭露台嘅世界跌倒，休息了幾廿日，郭部長只好離開佢親愛嘅志工工作。不過，當到尊敬佢嘅日本朋友，甚至係冇見過面嘅朋友，就親身到佢林口嘅福卡度拜訪佢，
就为到唐记讲日本时代长卷的故事，还有228事件嘅样貌。跟日本人就底下嘅讲，要对日本有介绍一个228个真相，啊，佢看到以后就来台湾来同埋拍片，同埋访问。果然91歲蕭建文建立嘅2隻政權。蕭建文來唔出講歷史嘅潔白感，留海苔顯出表唔記得比起來。啥意外對日本嘅新時代神風引起注意，可能對台灣一塊土地等嘅人來講，面對歷史親好嘅方法，就會同佢潛進來。認真一條事情，本單就唔係騙人嘅事情，記憶就係自家嘅見。希望轉型正義就對前傳記憶來開始。